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， 佢係小助手。我哋依家身處元朗輕鐵總站，依家輕鐵由5月1號開始試行為期2個月嘅貓狗同行計劃，於是我就帶咗小助手去搭下輕鐵啦。大家留意嘅係今次嘅貓狗同行計劃，所有嘅貓貓狗狗必須要入袋先可以上車。上車需要留意嘅地方係貓狗上車，不論喺第一卡或者第二卡嘅車廂，都需要由車廂最後嗰對門上車。咁我哋依家上車啦。Taco媽其實係拎住咁大袋嘢去搭輕鐵，想行去車尾嘅時候，個大袋俾個扶手棘住咗，真係論盡啦。貓狗上車之後就要留喺車尾嘅位置，有凳嘅話乘客可以去坐。開車嚕！其實我只係搭2個站就落車。喺搭車嘅期間，想同大家補充下帶貓狗搭輕鐵嘅資料。第一，貓狗同行計劃暫時只適用於週末，即係星期6日或者公眾假期。第二，乘客需要如常咁買車飛，而貓狗就需要另外買售價為99蚊嘅貓狗同行證。乘客可以預先喺 MTR eStore 嗰度買一張貓狗同行證。乘客可以帶1隻寵物上車，同埋1個月內無限次任搭。第三，寵物袋嘅 size， 乘客必須將貓狗完全放入港鐵指定尺寸嘅寵物袋，並且完全關上或者蓋好，確保貓狗嘅身體任何部分不能外露。而寵物袋 size 嘅規定係長闊高相加嘅尺寸總和不得超過170 cm， 同任何一邊長度亦都唔可以超過130 cm。另外，乘客不能使用狗狗手推車，因為狗狗需要入袋先可以上車，所以 Taco 就冇機會試搭輕鐵啦。於是改由小助手做主持拍片俾大家睇。我哋亦都差唔多落車啦。帶狗狗搭輕鐵嘅體驗大概就係咁樣啦，希望各位狗主會自律，咁港鐵先會考慮放寬貓狗同行計劃，容許更多嘅貓貓狗狗乘搭港鐵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就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喺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